来，喝，干！这，王爷，罪民徐大友叩见瑞王殿下。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王爷。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想必你也知道。现在是怎么打算的？若不是王爷出手相救，罪民早已被杀人灭口；若还执迷不悟，那就枉为人了。罪民手中有一本账册，详细保存了那些贪腐官员往来账目的证据，可以献给王爷，只求王爷能饶恕小民死罪。既如此，那便太好了。按照我朝律例，坦白从宽。若是可以立功，更可以从轻发落。是。王爷，快下雨了，这附近有座破庙，咱们去躲躲雨吧。哎呀，还好这庙不漏雨，这天儿可真邪门，说下雨就下雨。居然当真下雨了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啊，王爷，您提前就知道要下雨了？徐掌柜呢？哦，他那集解手去了。哇！啊！哎！进来！多谢赵大人及时相救，要不是您，小人此刻已经被雷劈死。要谢皆是谢王爷，是王爷救的你。王爷真是神机妙算，又救了小人一命，小人愿肝脑涂地报效王爷。他居然真的差点被雷劈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你老鬼鬼祟祟的看我干嘛？本王在看风景。你看风景，你撩你那边的帘子看就好了，老往我这边看什么？少铁，哎，徐掌柜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王爷放心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徐掌柜很快就会取来账册。徐掌柜，他没死谁没死？啊？没什么，我自言自语呢，不用管我。不对呀，原剧情写的是徐掌柜被雷劈死了呀。账册这个关键证据，秦川后面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得到它的，怎么回事呢？原剧情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本王也在自言自语。哦。王爷，账册已经取到。徐掌柜再三让属下转达对您的谢意。特别好。王爷，王爷，属下有一事属实好奇，就是您当时怎么知道那雷会劈在那儿的？如果本王说，本王可以听到那个女人的心声，你相信吗？啊，听到心声？可这他心通的能力，不是江湖术士骗人的把戏吗？本王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可是，晴天下雨，证人解手，雷劈证人这些事情，都是本王从那个女人的心里听到的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不得不信。这么说，就是王爷听到了王妃的心声，然后救下了徐掌柜。可是王妃
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本王也无从得知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那您是听得到所有人的心声，还是只能听到王妃一个人的呀？要不，您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听到属下的。不行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嘿，什么呀，王爷？属下刚刚的确什么都没有讲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？此事必须弄个清楚。仙儿，你快看，这鱼吃的多欢呀！哦，赵铁，哎，今天这天气还不错，你看，哦，这鱼儿看着也分外的欢呢。哎，你也在啊？不用说了，我懂。约法3章第2条，别出现在你面前。你看吧，我走。素不拉几，一品真差。小姐，你慢点，有点跟不上了。跟着感觉走，5、6、7、8，快，5、6、7、8、9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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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、6、7、8，小太高，没错，5、6、7，走。没错，喂，一起。 6、7、8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今日天气还不错，本王也觉得应该锻炼一下。行，那你在这练着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不协调啊，运动是没有用的。一个大男人穿的这么严，闷骚。走。哦，是小姐。这什么舞？还挺累。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好美啊！是啊，在我们那个城市，看这种月亮都得用望远镜来看。啊？赵铁，哎，今晚这月色可真不错。真不错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，阴魂不散。月明星稀，正是赏月好时机，本王在此有何不可？真是服了你了。小姐，我怎么觉得王爷是想跟你一起赏月呢？想多了吧你！某人啊，巴不得早点把我赶出王府。秀儿，咱们走。衣服倒是真不少，换挺勤啊。这今天晚上的月亮可真是又大又大呀。王爷，这几天接近王妃那么多次，有收获吗？这个女人，脑子里想的东西千奇百怪，层出不穷。这些词语，本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歪饭、空调、手机、麦当劳。哎，
坐吧。你可有想法？这 WiFi 一看就是一种食物，可是这空调、电脑，没听过。还有这原剧情。哦，对，原剧情也没听过。本王初步估计，这原剧情应该是个人名，并且本王多次从那个女人的心里听到这个人的名字。这个人呐，这又圆，还巨大，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此人不知是何方来历，并且他与穆小西的关系定然匪浅。穆小西所做的很多事情，应该都是受到此人的指引。必须好好查查他的底细，弄清楚他们的意图。是。王爷，谭王殿下求见。请吧。是。他总算来了。这许久不来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是啊。武帝突然登门，有何贵干？四哥大婚之后，沉迷闺房之乐，足不出户，做弟弟的很是想念，这才登门拜访，顺便给嫂子带了一些礼物，也算是一点心意啊。那本王就先谢过了。自家兄弟哪用得着客气啊？对了，听说四哥最近追查的京城贪腐案有了进展。怎么，武帝对这个案子也感兴趣？四哥向来秉公执法，嫉恶如仇，做弟弟的很是佩服。不过，不妨听弟弟句劝。有些事儿啊，还是需要点到即止的。牵扯太多，朝堂震动，于国于己都不是好事儿。那些贪官污吏目无国法，罪不可恕，对他们点到为止，就是置我大圣百姓的安危于不顾。武帝这些话，似乎不是身为皇子应该说的。四哥，有些时候池子水太深了，如果一心追根究底，难免把自己也栽进去。武帝多虑了，池子再深，也终究是个池子，花点力气，总是可以探得清楚的。倒是这池子里的鱼鳖虾蟹，怕是很快就藏不住了。武帝觉得呢？王爷，姓许的应该被瑞王藏起来了，根本找不到踪迹啊。人证倒是不怕，但那份账册绝不能留。瑞王丝毫不顾念亲情，软硬不吃。王爷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四哥不行，本王不是还有个四嫂吗？本王秦羽见过四嫂。秦羽，谭王。正是。谭王秦羽人设阴险狡诈，秦川追查的贪腐案，他就是幕后黑手。为了阻挠秦川探案，原来的穆小西也被他利用。但我可是作者，还会怕他？原来是谭王殿下，哼，幸会幸会。早就听说嫂子天姿国色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啊。哪里哪里，王爷也是生的一表人渣呀，一表人才。嫂子对四哥一往情深，京城皆知。
如今与四哥大婚告成，本王由衷恭喜。不过听说四哥对嫂子却多有冷落。哎呀，这婚都结了，凑合着过呗。再说了，皇上赐的婚，我还能离了咋的？嫂子莫要故作坚强，本王这儿恰好有份奇药，名曰情人露。只要让四哥喝下，四哥立刻对嫂子爱入骨髓，死心塌地。怎么样，嫂子想要吗？只要帮本王一个小忙，这情人露双手奉送。王爷，这么宝贝的东西，您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秀儿，我们走。第2个任务触发，任务目标：与谭王秦羽结盟。任务说明：答应秦羽的合作交易并完成他提出的要求，若3天内不能完成，任务失败。我去，这个时候出新任务，五弟，这么宝贝的情人露，我要了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嫂子真想要？想要，谁不想要？天打雷劈！其实本王的条件很简单，只要嫂子从四哥那儿偷到贪腐案的账册来交换，这情人露就给你了。成交。那合作愉快？合作愉快。傻缺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是看王爷天天没白没黑的工作太辛苦了，所以臣妾特地亲自做了冷狗，来给王爷补补身子。从这几日你对待本王的态度来看，突然如此好心，让本王想到一句话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看你这个人就爱多想。娟儿，啊，是。噔噔噔。王妃，这是什么呀？龙狗啊！狼狗？这长得一点也不像。反正是好东西，快尝尝吧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这书房真是又大又宽敞啊！这账册到底会放在哪儿呢？当时原剧情只写了账册藏在一个暗格之中，可是暗格在哪儿呢？哎，不行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要赶紧把它偷出来交给谭王。看着我干嘛呀？吃呀，热乎着呢。他们怎么都盯着我看呀？该不会是开始怀疑我了吧？不行，今天人太多，不宜行动，我还是再找机会吧。是不是我在这儿，你们不好意思吃啊？没事，我先走。你们好好的品尝一下我们现代的美食，好好吃啊！狼狗，汪儿！哎呀，这王妃怎么奇奇怪怪的？账册，谭王，王爷，您说什么？他想要偷取账册，交给谭王。王妃啊，
想不到，这唐王把王妃都收买了。还有那神秘人袁巨情，似乎也参与其中。那王爷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按照我的小说设定，这晴川啊就是个典型的工作狂，兢兢业业为国为民。说起来还是个挺让人尊敬的人，坏他的事儿多少有点于心不忍吧。不过完不成任务我也回不了家呀。这账册还是得偷到手才行。这么重要的政务，晴川保管的有点草率呀。不过按照原剧情，这晴川没了账册，贪腐案缺少关键证据，无法推进，数月的辛苦全部泡汤，被老皇帝追究问责，又被谭王趁势打击，简直不要太惨。管他呢，反正我原剧情就这么写的，我干嘛心疼他呀？都说虐文的主角是后娘养的，我这虐的好像是有点过头了吧？算了，当一回亲妈吧。仙儿，笔墨伺候。